大家好，各位亲爱的台湾乡亲长辈朋友们，还有所有长期关注健康养生议题的好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又能透过这个难得的机会与大家在空中相会，分享最实用、最贴近生活的健康资讯。在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我想邀请大家先静下心来，给自己几分钟的时间，回想一下这阵子以来的生活状态与身体感受。在我们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中，您是否曾经出现过这样令人困扰的情况？每天早上闹钟响起，当您勉强睁开沉重的眼皮时，总觉得口腔里有一股说不出的苦涩味，甚至伴随着一股连刷牙、使用漱口水也难以完全消除的异味，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火气大或是口气重。或者是在晨间洗漱，对着镜子整理仪容的时候，赫然惊觉脸庞上不知从何时开始悄悄爬上了一些暗沉不规则的斑点，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肝斑，整个人气色看起来蜡黄暗淡，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光泽。明明这几天也没有从事什么粗重的农务或体力活，也没有特别熬夜追剧或打牌，却总是觉得身体好沉重、好疲累，整个人提不起劲，甚至连动一下手指，头都觉得懒洋洋的，彷佛身体被一层无形的重物压住。这其实就是身体在发出电力不足的讯号。有的时候，我们去医院或诊所做例行性的成人健康检查，拿到报告时，医师可能讳语重心，长弟提醒一句：哎呀，阿姨伯伯，您的血管弹性看起来稍微差了一点，开始有一点硬化的迹象，而且腹部超音波照起来，肝脏看起来也有一点轻度脂肪肝的样子，要注意饮食。其实这些身体发出的微小信号，往往容易被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忽视，但它们其实都在向我们传达一个非常重要且紧迫的警讯，那就是我们人体内部的超级过滤器肝脏，以及负责将营养与氧气输送到全身每一个角落的生命大管道。血管可能已经因为长年的使用，累积了太多的代谢废物与毒素，变得有点脏了，就像家里那台很久没清洗的冷气滤网一样，卡满了灰尘。是时候该好好的帮身体洗个澡，进行一场深层的排毒大扫除，让生命重新焕发活力。我们都知道，在人体精密的构造中，肝脏是我们体内最重要也是最繁忙的解毒工厂。试想一下，我们每天在台湾这片美食天堂里，吃进肚子里的各种美味食物，喝进去的手摇饮语、酒精饮料，甚至是在都市生活中不可避免呼吸进去的机车废、气与灰尘，所有的代谢转化与过滤解毒，通通都要仰赖肝脏这个沉默的器官来处理。但是这部精密的人体机器跟着我们运转了50-60年，甚至更久，就像我们家里厨房那台每天都在用的抽油烟机一样，经年累月下来，滤网上面难免汇积沾厚厚的油垢与脏污。如果我们不懂得定期保养，不及时的进行清理，这机器的转速自然就会变慢，效能会降低，我们的身体自然就会出现各种莫名其妙的不舒服症状，像是食欲不振、失眠多梦、情绪烦躁、记忆力衰退等等。很多朋友一听到要排毒或者通血管，第一反应往往是焦虑地，想要赶快去连锁药局或是药妆店买那些动辄好几千块台币的昂贵保健食品，或者是跑到诊所要求医师帮忙打俗称的通血路、点滴、冲洗血管，
其实以正确的正规医学观念来看，这些做法往往是治标不治本，甚至有时候是不必要的破费，反而增加了肝肾代谢的负担。真正最好、最天然且最温和的解毒王于人体清道夫，其实并不在那些包装精美、广告打很大的昂贵药盒里，而是藏在我们住家附近的传统菜市场、早市或是全联福利中心等超市的生鲜区里。这些大自然的恩赐往往最能贴合我们身体的需求。今天我特别花时间整理了详尽的资料，要跟各位长辈深入分享4种被传统中医界与现代营养学界公认的天然解毒高手。这4种食材在台湾的菜市场或是超市里随处可见，价格更是所谓的铜板价，非常平易近人，买回家处理起来也非常简单方便，完全不需要高超的厨艺。但请各位千万不要因为它们便宜就小看它们，它们对身体的保养与修复效果绝对不输给那些名贵的燕窝、人参、冬虫夏草等补品。只要您能建立起正确的饮食观念，坚持每周至少摄取1次这些食材，就能在潜移默化中帮您的肝脏卸下沉重的代谢负担，帮您的血管洗一个前劲净得早，让血液流动更加顺畅，远离三高与心血管疾病的威胁。特别是今天我要介绍的最后一样食物，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很多人平时只把它当成解馋的零嘴，却不知道它其实是传统中以眼中柔肝养血的第1名，药食同源圣品。接下来就请大家找个舒服的位置坐好，泡杯热茶，放松心情，让我为您详细说明这4种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天然解毒王，以及该如何正确食用才能发挥最大功效。首先，第1种要隆重介绍的解毒王食物是牛蒡。大家去逛传统市场时，可能常在菜摊的角落看到它。别看牛蒡掌得细细长长，外皮呈现深褐色，还沾满泥土，看起来非常不起眼，甚至有点像刚挖出来的树根。但在注重养生、长寿的日本与韩国，它可是家家户户餐桌上必备的健康宝贝，甚至被美誉为东洋人参。这个称号绝非浪得虚名，意味着它的营养价值在某些层面上可以与昂贵的人参相媲美，但价格却是我们每个人都负担得起的。从现代营养学的科学角度分析，牛蒡含有非常丰富的牛蒡苷和木质素，这2种成分简直就是肝脏毒素的天然克星。科学研究发现，牛蒡苷能辅助修复受损的肝细胞，对抗自由基的伤害，而木质素则像是一种强力的吸尘器，能吸附体内的坏胆固醇与毒素。从传统中医的角度来看，牛蒡性凉味苦，具有极佳的清热解毒、疏风利咽的功效。对于那些平时生活压力大、容易生气动怒、肝火旺盛，或者是熬夜后动不动就感到口乾舌燥、口苦、喉咙肿痛的朋友来说，牛蒡就是大自然赋予的天然灭火器，能有效降火气，让身体恢复清爽。牛蒡最厉害的地方不仅仅在于护肝，它就像一个拿着强力扫帚的资深清洁工，能对我们身体的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以及泌尿系统进行一次全方位的大扫除。特别是在消化系统方面，许多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因为肠胃蠕动偏慢，常有便秘的困扰，往往2-3天不上厕所，肚子就胀得难受，毒素堆积在体内，反复吸收，导致脸色越来越差。这时候吃牛蒡就对了。
牛蒡中的膳食纤维含量极其丰富，是大白菜的好几倍。这些粗纤维进入肠道后，不会被人体吸收，而是像刷子一样，能刺激肠道蠕动，增加粪便体积，把那些堆积已久的宿便给刮下来，连同代谢产生的毒素一起排出体外。肠道干净了，毒素不再回流到肝脏，肝脏的负担自然就减轻了。这在医学上称为肠肝循环的良性改善，对于预防大肠癌也有非常积极的意义。那么牛蒡该怎么吃才最有效、最美味呢？很多人曾跟我反映说，医师虽然知道牛蒡很好，但它那股特殊的土味或说土腥味，我真的受不了。家里小孩也不爱吃。其实那是因为您可能没掌握正确的料理与前置处理方法。这里特别推荐2个非常适合台湾长辈口味的吃法。第一是牛蒡排骨汤，这道汤品特别适合在秋冬转凉或是天气忽冷忽热、变化大的时候饮用。做法很简单，去市场买回来的新鲜牛蒡，先像削山药一样轻轻削去外皮。这边有个温馨小提醒，因为牛蒡含铁量高，削皮时建议戴上手套，防止手部变黑。将牛蒡切成滚刀块后，要立刻浸泡在滴了白醋的清水中，这样可以避免它氧化变黑，也能去除部分的涩味。接着将排骨放入滚水中汆烫去血水，捞起后放入砂锅或电锅，加入几片老姜去腥，大火烧开，转小火炖煮，在最后半小时再放入牛蒡块。这样炖出来的牛蒡口感会像马铃薯一样软糯绵密，肉汤的鲜甜会完全掩盖住那股土腥味，既能补气又能清毒，是一道全家大小都适合的养生汤品。第2个推荐是自制牛蒡茶，这是最方便、最适合忙碌现代人的方法。如果您不想开火煮汤，可以去有机商店或中药行买现成的烘前牛蒡茶片，或者勤快一点，自己将新鲜牛蒡切薄片晒前，用平底锅无油前炒至微黄，散发香。气，每天早上抓一把放在保温杯里，用热开水冲泡，那股淡淡的坚果与人参香气非常迷人，喝起来口感有点像咖啡，又像大麦茶，温润回甘，长期饮用，对于改善便秘、通便的效果特别显著，也能让气色变得红润有光泽。接下来第2种要介绍的解毒王食物是葛根，这在中药材店非常常见。如果您家中有长辈患有脂肪肝，或者平时因为工作应酬、生意往来有小酌2杯习惯的朋友，葛根绝对是您家里的必备良药。葛根在护肝界享誉盛名，许多老一辈的台湾朋友年轻时为了事业打拼，频繁参加尾牙、春酒与各种应酬，现在年纪大了，健康检查报告常出现酒精、性肝炎或脂肪肝的红字，这时候葛根就能派上大用场。葛根含有一种叫大豆苷的异黄酮成分，这种成分非常神奇，能加速酒精、乙醇在体内的分解代谢，将其转化为无害物质排出体外。简单来说，它就像是帮肝脏穿上了一层金钟罩铁布衫般的挡酒衣，能大大减少酒精对肝脏细胞与大脑神经的氧化伤害，保护我们的肝脏不硬化。但对于大多数不喝酒的朋友来说，葛根最大的价值其实在于保护血管与改善微循环。葛根里含有大量的葛根素，这个成分
能显着扩张冠状动脉含脑血管，提高局部的血流量，并抑制血小板过度凝集。用浅显易懂的生活比喻来说，老年人的血液容易因胃代谢偏差而变得粘稠，就像厨房里煮太久的粥一样流不动，容易在血管转弯处形成阻塞。而血小板一旦异常聚集，就容易产生血栓，引发中风或心肌梗塞的风险。葛根素的作用就像是往这锅稠粥里加了点水，让血液流动得更顺畅，改善全身的微循环。许多长辈患有高血压，经常觉得后脑勺闷闷的、痛痛的，脖子与肩膀僵硬得像石头一样，中一称之位像背强痛，这往往是血压升高、气血不通的前兆。而葛根正是中医治疗这种症状的特效药，它是解肌退热的圣品，它可以增加血管韧性，温和地扩张血管，从而达到辅助降血压、缓解颈项僵硬的效果，让您感觉头颈部松快许多。这里提供一个经典的葛根保肝健脾茶方，大家可以拿笔记下来，准备葛根前片或葛根粉、鱼广、陈皮，两者分量相等。如果是使用中药房买的葛根前片，建议放在养生壶里，加水煮个15到20分钟，让药性充分释出。如果是使用葛根粉，一定要先用少许温水将其化开，再用陈皮煮滚的热开水去冲泡，快速搅拌成透明的糊状，就像我们台湾古早味的太白粉勾芡或是藕粉那样。这个方子的精妙之处在于中医理论中的气机升降，葛根负责升清阳，把干净的气血与津液往头部与脑部输送，改善头晕目眩；而陈皮负责理气化湿，把肚子里的胀气与浊气往下排。这一升一降之间，身体的气机就通顺了，血管自然也跟着舒服了。这对于预防老年痴呆与脑血管病变也有很好的辅助作用，是居家保健的上之选。第三种解毒王，食物是荞麦米，它被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现在生活富裕了，我们台湾人的主食大多是精致的白米饭跟精致面食。白米饭虽然香甜可口，但经过多重加工后，营养素流失严重，且升糖，指数 GI 值很高，吃下去血糖飙升快，胰岛素分泌多，多余的糖分容易转化为脂肪，堆积在肝脏。这对肝脏与血管来说，其实是一种沉重的代谢负担。因此，我强烈建议大家在自家的米缸里混入一定比例的荞麦米。荞麦在五谷杂粮中地位极高，它性寒味甘，不仅是凉食，更能入药。它含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烟碱酸，也就是维生素 B3。随着年纪增长，我们的新陈代谢率会自然变慢，体内毒素难以排出，而烟碱酸就像是一个细胞的能量加速器，能促进机体脂肪代谢，增强肝脏的解毒效能，防止毒素在体内滞留。除了烟碱酸，荞麦，特别是黑苦荞，还含有一种大名鼎鼎的生物类黄酮成分，叫芸香苷，学名又叫芦丁 rutin。 我们的血管好比家里用了几十年的橡胶水管，用久了会老化，生锈片脆，遇到高压就容易破裂出血。而芸香苷就像是专门帮血管打补丁的修复专家，它能维持血管壁的弹性与渗透性，防止血管片的脆弱破裂。对于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担心病、发眼底式网膜病变的长辈来说，这个成分极其珍贵。不过，很多长辈跟我反映，
荞麦米口感太硬、太粗糙，吃完容易胃痛、胀气或消化不良。这里分享一个煮饭的小窍门：平时煮白米饭时，抓一把荞麦米，务必提前浸泡至少2个小时，让米粒吸饱水分软化，然后按照荞麦与大米1:3的黄金比例混合，放入电锅烹煮。这样煮出来的饭既保留了大米的软糯香甜，又带有荞麦的独特嚼劲，还增加了粗纤维与微量元素。长期这样吃，就是在为血管做日常的保养工程，帮助我们延年益寿，远离3高疾病的威胁。这是一种最简单却最有效的食疗智慧。最后一种要重点介绍的解毒王食物是乌梅，它是中医眼中的柔肝第一果。一提到乌梅，大家可能已经开始分泌唾液，觉得牙齿酸软了。但请注意，我指的病不是超市或便利商店临时区卖的那种裹满糖粉、添加了甜味剂、吃起来甜得发腻的零食屋，没钱，那是高糖食品，吃多了反而伤身。我说的是要去传统中药房买的那种外表黑黑皱皱，闻起来带点烟熏味的药用乌梅。中一经典《黄帝内经》中有一句核心理论叫酸入肝，很多人误以为只要是酸的食物就能养肝，所以拼命喝柠檬醋或果醋。其实这是片面的误解。这里说的酸，重点在于收敛与固涩的功能。我们的肝脏最怕什么？最怕散与耗。现代人压力大，熬夜多，容易导致肝气太盛，肝阳上亢，进而引发容易发火、高血压、头痛、失眠，或是肝阴不足导致眼睛前色、视力模糊。乌梅那种极致的酸味，能把身体里因为虚火而乱跑的气血给收敛回来，重新藏回到肝脏里，滋养肝阴。这在养生学上称为引火归元。乌梅不仅能生津止渴，缓解糖尿病患者常见的口渴症状，还能刺激胆汁分泌，加强肝脏的解毒能力，促进消化吸收。有时候去吃到饱 buffet， 或是大鱼大肉，吃多了觉得肚子堵堵的，胀气，或是有点反胃恶心，这时候喝点乌梅汤，那股天然的酸味能刺激胃酸与消化酶的分泌，迅速化解体内的油腻感。这里特别推荐一道乌梅养肝茶，特别适合那些晚上睡眠品质不佳、容易心烦意乱、半夜口前舌燥的长辈饮用。做法很简单，准备要用乌梅3颗、前山楂片3片，适量的冰糖。如果您有糖尿病，建议不放糖或改用少许代糖。最后最关键的一步是加一丁点盐巴。为什么要加盐？这是中医的一个不传之秘，因为咸味入肾，加一点盐能作胃药引，把乌梅的药性引导进入肾经，达到肝肾同源、精血互生的深层滋补效果。制作时，先将乌梅与山楂用清水洗净并浸泡半小时，让药材软化，接着放入锅中，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熬30到50分钟，直到乌梅的酸味语塞，则彻底是放到水中。汤色呈现深琥珀色。这杯酸甜适口、带点微咸的护肝理气汤，饭后喝可以消食解腻。睡前1小时喝1小杯，记得别喝太多，避免半夜频尿影响睡眠，能收敛心神，安抚躁动的神经，帮助您睡得更深更香。这就是中医里酸甘化阴的智慧，利用酸味与甜味的结合，转化为滋润身体的阴液，对抗前燥与虚火。今天一口气为大家详细
介绍了这4种身边随手可得、价格亲民的天然解毒王。牛蒡是肠道强力的清道夫，负责通便排毒、净化体内环境。葛根是肝脏的隐形防弹衣，负责解酒毒、通血管、缓解紧项僵硬。荞麦是新陈代谢的加速器，负责稳定血糖、血压，修补血管弹性。乌梅则是最佳的柔肝收敛剂，负责生津止渴、去油解腻，帮助睡眠。这4样食物大家不一定要天天全部都吃，这样压力太大了。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雨季节片化灵活安排。例如这周感觉排便不顺，就煮几次牛蒡茶；下周觉得脖子紧紧的，就煮点葛根水；早晚煮饭时习惯性加点荞麦；平时觉得口乾舌燥或吃太油时，就煮点乌梅汤。采取轮换的方式，给身体最全面、最多元的呵护。最后，身为关心大家健康的伙伴，还有3点特别的温馨提醒，请各位长辈务必放在心上。提醒1：食疗并非神药，不能完全取代正规医疗。虽然这些天然食材对身体大有裨益，具有很好的预防与辅助效果，但如果您目前的肝功能指数如 GOT、GPT 已经异常飙高，或者血管阻塞情况已经很严重，出现了明显的症状，请务必先善用台湾便利的健保资源，寻求专业医师的诊断与治疗。该吃药控制的时候就要吃药，食疗是帮您锦上添花、防微杜渐的辅助手段，千万不能本末倒置，擅自停药。提醒2：体质因人而异，务必量力而行。牛蒡与荞麦在中医属性上性质偏凉，如果您本身是属于体质虚寒，容易手脚冰冷、畏寒或经常拉肚子的朋友，那这2样食材要是量少吃，或者在料理时多加几片生姜来平衡其寒性。而乌梅酸度极高，若您患有严重的胃溃疡、胃食道逆流或胃酸过多，千万不要空腹饮用，建议在饭后少量饮用即可，以免刺激胃黏膜。提醒3：坚持才是养生的王道。养生最忌讳3天捕鱼2天晒网。今天听完觉得很有道理，就狂吃一顿，明天一忙就抛诸脑后，那是没有用的。所谓的每周吃1次，是一个最基本的门槛与习惯的养成，唯有细水长流，把这些健康的饮食智慧融入到我们的一日3餐与日常生活中，慢慢的您会发现精神真的变好了，气色变亮了，连走路爬楼梯都变得更有力气了。保持身体内部的洁净与通透，是健康长寿的基石。在台湾这样一个医疗资源丰富、食材取得方便的宝岛，我们更应该懂得利用这些资源来照顾自己。希望大家都能善用这些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珍贵馈赠，好好保养我们劳苦功高的肝脏与血管。衷心祝愿每一位长辈都能拥有一副健康的肝脏，以及一身干净、畅通、充满弹性的血管，充满活力的享受每一天的退休生活与天伦之乐。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也请不吝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让我们一起在健康养生的道路上互相扶持。我们下次再见，继续分享更多实用的健康知识，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事事顺心。